目前已经查出大量进口有苏丹红咸姜仔粉的丁赞海洋冬季等公司涉案的姓李、姓吴负责人等3个，车闸裁定交保。想要到今仔早起呢，这高雄市卫生局和检方要找因2人的时阵，就找无这姓李、姓吴2位负责人。烦恼讲因的起保占道，检方赶紧签发拘票，伫中道找到姓李的负责人，而且该拘提。也那另外一位姓吴的负责人，到当时下落不明。自己登记伫高雄的丁赞、龙海冬季等等的贸易商，第一日互查到进口大量苏丹红咸姜仔粉。我伫检方查到调查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龙海冬季姓李的负责人、丁赞姓吴的负责人，甲姓谢的品管3个人。不过法院车闸裁定姓李的负责人以80万交保，另外2个人以20万交保。结果12早起，姓李甲姓吴2个人煞向向失去联络。先由高雄市卫生局联系李姓及吴姓被告2人。李姓被告原有接听电话，但其后即将行动电话关机。本署检察官获悉后，立即指挥司法警察前往李姓被告所承包之住所，但未发现行踪。发到2个人弃保逃走，检方早起签发拘票，强制拘提，去到龙海冬季门口口，铁门是规个拖落来。这个姓李的负责人去倒位，家属讲唔知影。我也不知道他这几天都没有回来，这里只有我妈妈住在这里而已啊。警方中道伫姓李的负责人因情报引导楼骹，发现伊当咧离开，随通报调查局，甲伊拘提到案做后续的调查。下晡去地检署复讯，不过姓吴的被告也是联络袂到，正做苏丹红辣椒粉案件关键的人物。检方认为姓李甲姓吴2个人有逃亡灭证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地方法院所裁定交保，引起外界质疑。也许院方在考量的时候，他会认为说，本案的案情或许已经明确，或者说是不认为说他有去影响证人，或者不认为说他有立刻逃亡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才会给予一个交保的裁定。地方法院解释讲，考虑客观的证据拢已经有参考，而且3个被告限制出境甲出海，认为会当用相当久保金交保来代替羁押。现在高雄地检署不服，目前已经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